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南美洲嘅旅遊攻略，呢集主要就係講阿根廷同埋智利。如果大家計劃第一次去南美，又想順便去埋南極就啱晒啦。我自己咧好少做呢類嘅攻略片，如果大家中意，留言話俾我知，仲想睇咩南美洲嘅國家啦。七大洲，阿根廷係南美洲面積第2大、世界排名第8大嘅國家，由北部飛到南部閒閒地都要4粒鐘，等於由香港去日本嘅距離。北部就有伊瓜蘇瀑布，東部咧就有首都貝宜諾斯艾利斯、阿根廷小瑞士之稱嘅巴拉諾切，同埋紅酒之地 Mendoza。而南部咧有 Patagonia 同埋世界最南嘅城市 Ushuaia， 亦都係南極遊輪嘅起點。咁智利北部咧就有阿卡塔馬沙漠，中部咧就有聖地牙哥，南部亦都係智利 Patagonia 嘅伯內國家公園。如果你想一次過玩晒2個國家，建議你最少留2個星期嘅時間。加埋南極，輕鬆可以玩足1個月。咁我今次就坐土航，係由土耳其就翻去南美啦。咁就阿根廷嘅。咁去呢班機呢，其實係會經sao Paulo停一停，有個 stopover， 跟住再同一班機呢就去阿根廷嘅首都貝宜諾斯艾利斯咁樣咯。咁喺 BA 呢就可以留3日，你可以睇下春光乍泄嘅天高巴。嗰個 show 同埋 dinner 係82蚊美金，亦都係感受南美足球阿根廷小保加嘅比賽。咁我哋喺 Airbnb 買波飛咧就要成2000蚊一位。咁你亦都可以去食美斯都會去嘅 Don Julio 米芝蓮嘅牛扒餐廳。咁由於阿根廷咧已經取消咗黑市匯率啦，咁所以而家物價咧係貴過歐洲。一啲遊客必去嘅本地市場啦，飲杯酒、鋸個扒，加埋薯條，再俾埋 tips， 成為60蚊美金。所以你真係唔好諗住嚟阿根廷係平。如果有鬆動嘅時間呢，你亦都可以過大海去烏拉圭玩1日。原本我諗住坐船去呢架隻船啦，咁就去呢個烏拉圭做 day trip， 點知我就唔記得帶 passport。首先趕到最尾1分鐘嚟到碼頭。咁啊，梗係唔俾上啦。咁同埋諗住去另外一個碼頭去買另外一間船公司嘅船飛，就要早90分鐘買飛啦。咁啊，亦都話原來 check in 係要早2個鐘頭，最好嚟到碼頭。咁結果我就嘥咗80蚊美金，但係乜都去唔到，乜都做唔到。就喺架船上面 day trip。咁咧，我哋呢個咧1日團咧，其實係4-5個鐘嘅。咁咧，佢個船咧就包呢個 city tour， 有40分鐘。咁佢又介紹下呢個殖民地啦。咁 BA 咧有2個機場，記得就唔好去錯地方啦。咁我哋咧坐呢個伊瓜蘇嘅內陸機咧，就係近市中心嗰個機場。咁你問我咧，阿根廷同巴西嘅伊瓜蘇瀑布咧？咁有時間我就建議去晒兩邊嘅。咁一落機咧就可以包車直接去阿根廷嗰邊嘅瀑布啦。咁啊一大朝頭早可以玩下衝瀑布啦，濕身誘惑啊！咁啊然後就坐小火車去到最高睇魔鬼嘅舌頭。咁啊有時間再慢慢睇翻中層定底層嘅瀑布都得㗎。咁第二日咧都係包車啦，就直接過境巴西，就坐直升機喺高空睇瀑布。之後咧入到園區就坐翻佢哋嘅 shuttle去到尾站。咁啊尾站嗰條大瀑布咧就係春光乍泄嘅拍攝場景。如果你真係唔夠時間，淨係可以去一邊咧，咁我建議你去阿根廷嗰邊啦，因為瀑布有80% 咧都係阿根廷嗰邊嘅。如果你中意行雪山咧，一定要去 Patagonia 嘅圓形 logo Fitzroy 啦。咁由 BA 飛到去 El Calafate 咧，一出機場真係靚到不得了㗎。我哋走嘅時候咧，仲見到一個日出嘅晨光 ，Oh my god！ 咁 El Calafate 俾我感覺咧，好似啲美國大街小鎮咁啦。呢度可以睇冰川啦，但係如果你去南極嘅話咧，我就覺得可以 skip 咗呢個景點㗎啦。咁主力行山咧，就可以由 El Calafate 咧就坐3個鐘頭嘅巴士去到 El Chaltén 呢個小鎮。
咁呢個係一個徒步天堂啦，就可以留足2日嘅 full day 啦。咁其中1日咧就可以行22公里來回，咁啊睇到 Fitzroy 噶啦。咁近年咧行山就開始收入場費$35啦。咁中間咧就冇任何補給站嘅，咁啊記得買齊 lunch 啊，同埋補充足夠嘅水分。咁除咗最尾45分鐘不斷上山之外咧，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平地嘅。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呢個行山路線都係老少咸宜嘅。咁翻El Calafate 之後咧，其實你可以坐6個鐘頭嘅巴士咧，就由阿根廷過境到智利嘅 Patagonia 嘅伯內國家公園啊。咁我哋喺關口咧見到一隻好 Q 嘅貓貓喺度磅自己幾重喎。如果大家真係行伯內國家公園咧，咁啊記得深馬啦，12月到3月係旺季啦。所有住宿咧一定要早2-3個月 book 定啦，唔係你真係可以冇位行山㗎。咁如果你唔想行4日山咁長呢，咁你亦都可以選擇即日來回22公里呢，就睇呢個國家公園最出名嗰3座塔。咁啊，直頭 skip 咗其他嗰3日行山啦。南美洲危唔危險呢？咁阿根廷近年嘅經濟呢，真心麻麻地啦，街上呢亦都有唔少年輕嘅流浪漢啦。咁首都呢就最多呢就係電單車搶劫案。咁俾大家睇下呢條片啊！咁所以咧，千祈就唔好喺街上面玩電話啦。咁 BA 其實可以坐巴士、地鐵啦。咁本地人咧就唔係好建議你夜晚之後咧就坐巴士嘅。夾死我！400幾蚊，第一次喺 BA 坐巴士，咁啊平過地鐵1半咯，400個 peso。因為啲本地巴士都正常啦。咁最好咧都係點對點坐 Uber， 咁 Uber 咧就冇想像中咁貴，30分鐘車程咧可能就50蚊。咁反而南部嘅 Patagonia 或者 Ushuaia 呢啲城市咧治安就都唔差㗎，畢竟佢哋都係一啲遊客大鎮。咁同樣智利嘅首都聖地牙哥咧市中心啊非常之發達啦，啲大廈同物價咧係非常之似香港㗎。咁阿卡塔馬咧同樣都係遊客城市啦。咁整體俾我嘅感覺咧，其實就智利比阿根廷就安全嘅。咁但係最重要咧，都係嗰句財不可以露眼啊！咁我上年喺巴塞羅那旅居嘅時候咧，就有位同樣嚟自香港都係旅居嘅朋友嚟探我啦，住咗我 apartment 嗰度啦。咁點知咧，佢之後咧就盲腸炎啦，入醫院啦，就使咗幾皮嘢啦。咁佢就冇買醫保啦，咁亦都係發現咧旅遊保咧其實通常超過3個月都唔包嘅。咁就好似我今次去南美洲咁樣啦，好多時咧都會係一個好長嘅 trip 啦。咁所以咧我就會幫自己買一份煲呔嘅自願醫保啦。咁因為佢係全球保障嘅 ，touch wood 你喺外國或者香港有時入咗醫院啊，就算連一啲日間嘅小手術咧，佢都可以 claim 到。咁佢投保咧同埋 claim 錢嘅過程咧，全部基本上都係上網撳幾個掣啦就搞掂啦。仲有1對1嘅專人跟翻你個 case 嘅。你以為保費好貴咧就錯晒啦，因為咧佢就唔使俾佣金，淨係食一餐飯嘅價錢，每個月低至236蚊就搞掂啦。如果你揀煲呔嘅靈活計劃咧，仲要1蚊墊底費都唔使俾啦，就醫療費咧已經賠足90%噶啦。用我專屬嘅優惠碼，首年保費咧有35折，有興趣咧就去我 description box 嗰條 link 睇下啦。咁 Ushuaia 咧其實就係好多南極探險船嘅起點啦，好多人都話呢個世界盡頭嘅火車其實就冇咩特別。咁我自己咧亦都冇坐船睇呢個世界盡頭嘅燈塔，咁啊反而咧就都同啲朋友去咗行山啊，去咗啲 local 人屋企咧就 BBQ 啦。咁如果你真係打算去南極，可以 Ushuaia 度留1日啊，周圍行下 chill 下，或者係做晒啲遊客必做嘅嘢都 OK 嘅。成個南美洲之旅咧，我反而咧最大嘅驚喜咧就係阿卡塔馬嘅沙漠。
因為自駕遊嘅話咧，就可以玩足3日啦。可能咧係因為我睇得太多冰山雪山啦，反而咧阿卡塔馬就有一個壯闊沙漠，有個唔同嘅景色啦，有好多靚景可以影下相啊，好似啲嘅 Magic Bus 啊、Valle de Luna 月亮谷啊，你亦都可以浸下溫泉啊、滑沙啊，或者瘋狂 shopping 啊。即係如果你幾個 friend 嚟到玩咧，真心幾過癮嘅。咁如果你唔係自駕咧，咁亦都好多 local tour 啦，可以玩足2-3日啦。咁啊，記得咧就要去影銀河啊！咁最後亦都要提大家啦，如果大家由呢個阿卡塔馬咧上玻利維亞嘅鹽湖咧，咁你入境智利嘅時候最好就攞 BNO 啦，因為特區護照咧去玻利維亞係要簽證嘅。咁智利咧就係南美洲經濟最好嘅地方啦，咁聖地牙哥就非常之似香港。咁啊，好多好食嘅海鮮餐廳啦。如果你玩晒所有嘢咧，尾站喺聖地牙哥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好休息嘅地方。咁我自己咧喺嗰度都 book 咗幾日酒店去住啦。咁對住個大商場咧，好似 IFC 咁樣噶。咁啊，好食好住。咁啊，除咗食之外咧，我就 join 咗一個 one day tour 咧，就去咗一個叫塗鴉之城嘅地方啦。咁啊，仲要有埋 wine tasting 嘅。如果你人生去一段南美南極又想豪一次咧，咁啊順便俾大家睇埋我呢個 business class 嘅體驗啦。好啦，咁南美之旅就要正式結束啦。咁我臨走嘅時候咧，就都係坐土航嘅business class 啦。喺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啦，經巴西嘅薩波羅啦，咁就再去伊斯坦堡，就再翻香港嘅。咁所以係環繞咗成個地球一個圈先翻到香港嘅。咁我哋應該差唔多飛4個鐘頭就要去呢個薩波羅。土耳其甜品呢啲都齊晒啦。咁好多人咧都同我講話啊，土航舊嗰款 business class 咧，其實個私隱度唔係好高啊，即係同隔離嗰啲間距好近啦。咁我而家坐緊呢款機咧，其實就係 A350嘅機種啦。咁就有一啲新款嘅 business class 咧，咁佢就係一個個 privacy 係比較私隱度大嘅。今年去南美其實好 fruitful 嘅。咁首先就係真係唔使逼住自己出片先啦。以往真係嗰3年真係一路出片一路去旅行，真係好攰。跟住發現今年真係頂唔順啦，咁就決定啦，一口氣拍晒先，慢慢再出片啦。咁一來個次序會順啲啦，咁好多觀眾話：哎呀，其實我啲片好亂啦。咁二來就係我自己都會心情愉快少少，唔使 keep 住好似好無止境咁樣去追 deadline。咁所以今年係呢3個月我係玩得好開心，好 relax， 亦都係除咗拍片之外，其實我冇乜好大嘅工作。咁喺智利聖地牙哥咧，其實我就最主要係寫書啦。咁呢條片出咗，咁我本書應該都出咗㗎啦。咁最後有時間都真心建議大家學多幾句西班牙文咧，去南美洲玩一定係更加開心㗎。